您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你好，请问您的名字是？张俊宏。好，请问你是乜嘅名？张俊范。好，请问你是乜嘅名？张俊范。请问您的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请问你嘅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。请问你嘅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帮您带个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好，冇问题。我老唔带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好，冇问题。我老唔带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先帮您测量生命征象，待会儿询问您的基本资料。先老唔测量生命征象，等一下张问也嘅基本资料。先老唔测量生命征象。等一下张问也嘅基本资料。来，我帮您量血压，帮您量个耳温。来，我老唔量血压。老唔量耳温。来，我老唔量血压。老唔量耳温。您的耳温是摄氏36度，没有发烧。收缩压是116，舒张压是76，正常。我耳温是摄氏36度，冇發燒。舒縮壓係120度，舒張壓係70度，正常哦。我耳温係攝氏36度，冇發燒，舒縮壓係120度，舒張壓係70度，正常哦。我簡單幫您做病房環境介紹。這是呼叫鈴，我老人做簡單的病房環境設計，也係很明亮的。我老人做簡單的病房環境設計。也是很明亮誒。如果有事，請按這個紅色按鈕，您就可以與護理站直接對話了。那係有事情，將傾也在phòng室內位，唔就做得同護理站直接講話。那係有事情，將傾也在phòng室內位，唔就做得同護理站直接講話。那如果不小心壓到，怎麼辦呢？那係唔拄好傾到，我用解釋啊。那係唔拄好傾到，我用解釋啊。沒關係，再跟我們說明就好。冇要緊，同我哋說明就好咧。冇要緊，同我哋說明就好咧。廁所裡也有一個呼叫鈴，如果在廁所發生狀況，您直接按鈴，我們就會過來了。偏數低度沒有一早很明亮誒，低偏數度係發生狀況，唔直接傾亮誒。我哋就會過來。偏數低度沒有一早很明亮誒，低偏數度係發生狀況，唔直接傾亮誒，我哋就會過來。好的。這邊是床頭燈和小夜燈，晚上時候可以使用。好。要為係床頭燈同小夜燈，按不頭做的使用。好啊。好。要為係床頭燈同小夜燈，按不頭做的使用。好啊。接着我需要做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接下來我要做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接下來我要做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請問您的最高學歷？大學。請問你嘅最高學歷？大學。請問你嘅最高學歷？大學。您結婚了嗎？是的。你結婚忙啊？結婚呢？你結婚忙啊？結婚呢？目前是自己一個人居住呢，還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啊？我和父母、太太住在一起。現下係7家13人吃，也係同屋企人共下吃呢。我同阿爸、阿妹還有朋友共下吃。現下係7家13人吃，也係同屋企人共下吃呢。我同阿爸、阿妹還有朋友共下吃。平常有什麼內科疾病史嗎？有服用什麼藥物嗎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等等。都沒有。平常有乜嘅內科嘅病史嗎？有什麼嘅藥嘅嗎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
心脏病也有。都冇。平常有嘛嘅内科嘅病史冇？有什么嘅药嘅冇？比如讲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也有。都冇。好，请问您之前有住院记录吗？请问您是什么血型呢？没有住过院，我的血型是 O 型。好。请问你之前有入院记录嗎？請問你係乜嘅血型啊？冇入過院，我嘅血型係 O 型。好。請問你之前有入院記錄嗎？請問你係乜嘅血型啊？冇入過院，我嘅血型係 O 型。另外，請問您的家人有沒有內外科的疾病史啊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爸爸這邊有高血壓的疾病史。還有啊，請問你嘅屋企人有內外科嘅病史嗎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爸入邊有高血壓嘅疾病史。還有啊，請問你嘅屋企人有內外科嘅病史嗎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爸入邊有高血壓嘅疾病史。好，請問您會對吃藥、打針或食物過敏嗎？不會。好，請問唔會對食藥嘅注射，也係講食物過敏嗎？唔會。好，請問唔會對食藥嘅注射，也係講食物過敏嗎？唔會。人是否有做過手術呢？沒有。咁請問你先前有手術過嗎？冇。咁請問你先前有手術過嗎？冇。平常有抽煙、喝酒或吃檳榔嗎？都沒有。平常時有博煙、食酒，也係食檳榔嗎？都冇啊。平常時有博煙、食酒，也係食檳榔嗎？都冇啊。您這次住院的原因是？我開農業搬運車摔倒，壓到腳。壓敗做乜嘅會入院呢？我是農業搬運車彎倒，砍到腳。壓敗做乜嘅會入院呢？我是農業搬運車彎倒，砍到腳。是腳哦。古人說，人未老，腳先老。人老不會走，喝水都拿不到。係腳哦。老古人講，人忙咯，腳先咯。人咯唔愛行，食水都唔得到喎。係腳哦。老古人講，人忙咯，腳先咯。人咯唔愛行，食水都唔得到喎。腳要好好保養啊。謝謝啦。腳要好好的保養。按時些啦。腳要好好的保養。按時些啦。所以您就直接來急診室了。我太太送我過來的。嗰時你就直接來急診室了。我朋友送來過來嘅。嗰時你就直接來急診室了。我朋友送來過來嘅。確切日期是今天嗎？是的。考試嘅日期係今本日嗎？係。考試嘅日期係今本日嗎？係。好，我看一下你受傷的地方，可以動嗎？您的腳試着動動看。好，我看一下你側上嘅位置，做得挺痛冇啊？我嘅腳是挺痛看呐。好，我看一下你側上嘅位置，做得挺痛冇啊？我嘅腳是挺痛看呐。好，這個彈性繃帶會不會太緊啊？不會，剛剛好。好，要彈性繃帶會太緊嗎？唔會，都都好。好，要彈性繃帶會太緊嗎？唔會，都都好。如果繃帶太緊或是感覺不對，就和我們說，我們會幫您調整。繃帶係太緊，也係講吃到唔參些，就同我哋講，我哋會老人調整。繃帶係太緊，也係講吃到唔參些，就同我哋講，我哋會老人調整。請問您是他的太太嗎？是的。請問你係佢伴娘嗎？係。
请问你是家姑娘吗？嘿，请在这张单子有注明打勾的地方签名。请帮我留下您的电话，或是张先生本人的电话。请伫要从单的档稿有注明打给的位所签名，还佫留下伢嘅电话，无像张先生本人嘅电话也做得。请伫要从单的档稿有注明打给的位所签名，还佫留下伢嘅电话，无像张先生本人嘅电话也做得。这一张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已经为你们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以及环境介绍。也种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已经同到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，还有环境手机。也种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已经同到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，还有环境手机。这里，请您帮我签名。好的，亚威。请同我签名。哦，好，亚威，请同我签名。哦，好，护理师，谢谢你哦。不客气，护理师啊，俺自说哦。不是生意，护理师啊，俺自说哦。不是生意。